搵一個舒服嘅地方，放鬆咁坐低，合上眼睛，開始覺察你嘅呼吸。通過一呼一吸，你進入自己嘅內在，去留意你嘅內在發生咗啲乜嘢。你可唔可以為自己調頻呢？睇你係唔係可以自己調節到和諧嘅狀態。有啲時候，當你嘗試要穿越一座黑色嘅森林，你卻將自己融入咗呢座森林。呢座黑色嘅森林可能係悲傷、孤獨、害怕。其實你需要嘅只係經過佢，穿越呢份體驗，穿越呢個壓力。你唔係嗰座森林，你只係要經過佢。你唔係悲傷、孤獨、害怕，你只係體驗同埋穿越佢哋。你不斷咁樣調頻，然後你就能夠去到內在嗰個和諧一致嘅地方。如果你無法體驗嗰份和諧，或者話有啲乜嘢擋住咗條路，請你留意係乜嘢阻礙咗你。發現呢啲，你就可以移除嗰啲阻礙你嘅東西，去修復，讓自己更和諧。可惜嘅係，大多數嘅人現在都揾唔到嗰個地方。試一試，睇你能唔能夠調節自己喺內在揾到咁樣嘅地方。喺嗰度，你覺得寧靜，你覺得和諧，你覺得幸福，嗰度就係你嘅屋企。你需要做嘅就係去接納、欣賞同埋感謝。呢一刻，我邀請你返屋企。